喺呢個短片，我會教你點去三藩市兒童委員會申請育兒補助。申請托兒服務有幾個方法，你可以打電話俾我哋，親自申請、寄電郵或者上網申請。申請後會有一個專員聯絡你，審查你個申請，確定你個育兒資格選項。如果你合格嘅話，個專員會俾你一份托兒所個清單，咁你就開始可以揾一個提供者。喺我哋個網站，你可以揾到我哋個資源同推薦家庭套餐。呢個套餐會俾你知道點樣申請托兒服務，同埋你有冇資格獲得我哋個補貼。